小苹果，你今天几岁？你几岁？3岁，3岁是3岁是这样。你几岁？3岁哦，好聪明哦！你看手手有没有漂亮的？有。谁给你用的？妈妈给你用的哦。哇，妈妈好棒哦！你这么高兴哦？你高不高兴？高兴哦！高兴要干嘛？要吃粥粥啊！赶快去吃粥粥！哎呀，吃粥粥啊！小苹果好高兴哦！啊，哈哈哈哈！小苹果高兴了，跳跳跳跳跳！没有啦，你看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看。妈妈，还有。